路国的幸福巴士2.0正式来启用，未来有固定的路线，为鹿谷乡的市区驶到凤凰村的田底，来解决掉偏乡交通的问题。 鹿谷乡有真侪所在交通真无利便，乡公所特别争取幸福巴士2.0，未来会有固定路线，解决民众出入无方便的问题。这个巴士会上去那个路中载学生，比较方便，就是家离学校比较远一点，会比较不便利。然后有这个公车之后，会比较便利。 除了固定路线，嘛有提供主文服务。伫整合平台系统建立完成了后，就会开放电话主文，解决民生问题。跟地方在地协会来签订这个服务的一个契约哈，后续也会来持续来为这个鹿谷乡的民众来做一个预约的服务。 南投县政府公务处嘛向中央申请170多万的经费维护品质，未来嘛争取更侪路线，让民众出入更加方便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